古印度梵文啊，天成体、天成文，你说来自于成文，也来自于几多王朝时代的文字吧。古印度历史上很有名的王朝，几多王朝。看这个，你看梵文呢，说梵天的语言，古印度梵文，天成体。还有发音呢。个 ，K A 念嘎，个 G A 念比较浊音的嘎。个恰恰，你看，音都很接近呢。鼻音或者是那个轻，的明明是 T A， 那怎么念大呢？的又不是大呢，又有点渣。的这个才是大，上面那个是叉，叉，大，特，特。发音的时候，舌头抵住上门牙，后面上颚。的，不过那是炸呢，好像那个炸呢，难道大没有错啊？当然，这明明 NA 怎么还有前面一个音呢？当然，当然，阿哪，特哈，加一起是送气音呢。特你看 ，TH 跟 DH，特，那奇怪了，很靠接近呢。爸明明是 PA， 怎么是念爸呢？爸它这个 BA 呢还是爸，但是浊音呢。妈热热怎么热啦？热啊，有点像卷舌。我下他明明 HA 怎么是他呢？特音怪怪的。是这是辅音呢。可要左右一对一对的嘛。可这娘特il的你看 TA 跟 DA 音很接近呢。的那怕上面怕，下面不怕。哎呀，呀了这sa ksha ya
比较长音啊，长音的， e e 长音的， u 长音的。那像英文标点符号咯，它这是多一点的，或者是做记号就对了。li e e a o o R A E O O R E U A O R E U A O， 那日文呢，就是参考那个古印度梵文呢，这个创造出来。不过用汉书偏旁做片假名，用草书汉字的草书做平假名，用汉字的偏旁做片假名。那个音有 R E U A O， 卡萨塔那哈玛亚拉哇，配合 R E U A O 这个母音，这个有短音有母音的，有长音的。R E U A O 啦 ，R A E O O， 有点像啊。要注意看是不是1个礼拜后要交钱。